咱观众朋友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起价季节，一个礼拜新闻幕后我来看到的，蔡英文总统列面对非洲的斯瓦zi兰，一年邦交国进行通信软故专栏。不过18个月中共的解放军杀到福建泉州外海做军事演习，到底这场演习规模有几大？就卖拖了这时间点，先来看一下下边两条新闻。 在我身后，多架多型号武装直升机搭载了多型号的弹药，准备飞赴指定的海域展开实弹射击演练。中国解放军查比图福建泉州外海军演，中国强调系抗议者海上试探射击演练。演习头出动机械型武装直升机，使用土弹同火箭弹针对海上漂白同模拟舰船几个目标实施攻击。安保时系展开新一轮火力突击演练，还强调飞行员利用亚视镜同安保时还系实地进行目标搜索，完成攻击。我们是 按照真蓝严实的要求，在环境上突出，夜间、海上和复杂电磁环境，在战法上突出，连续攻击、多弹种攻击和协同攻击。 中国官方媒体对台湾海峡军演泰报道，演训时间对早上8点持续到暗晡时11点半结束。当到非洲友邦斯瓦zi兰访问的总统蔡英文，还同国安高层召开视讯会议。相关的一个区域安全情势做了一些了解，那也对于那个国际还有国内的一个金融啦、社会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我们国安会这边有任何的一个突发的状况或资讯，也都会及时的来让总统知道。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任何的针对性的军演，绝对无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中国外交部前日针对总统蔡英文同军演期间还在照常出访斯瓦zi兰，同记者会上强势要求非洲国家认清一个中国的事实。中非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呢，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我们真诚的希望有关的非洲国家呢，能够认清世界大势，早日的加入中非友好合作的大家庭。针对美国最近对台湾的相关措施，包括去年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今年通过台湾旅行法，展现还将发本台湾上港行销核准证。中国官方係引用國台辦發言，批評美國打台灣牌，仲話係拍左工。 咱看到你啊，蔡总统对外国访问期间，中国才跳进行军事演习，係咪兩者有相關？香港禮拜軍事演習係咪針對前航軍人員之前所講嘅台獨講法，跳啱做嘅？有啲傳媒啲對節目地度為大家繞強度嘅係你嘅老朋友張桂沙、張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教授唔單止係對中國動了解，也係軍事方面嘅專家，所以一開始你看到一條新聞。 我想告訴先用軍事老戰略嘅角度來看，你禮拜演習從時間點、地點、規模，你看到嘅內容有哪一條你要做特別注意嘅地方？第一啦，廿年演習嗬，實在可以講一天準備嘅時間當久，嚇唔好講上個演習嗬，逢年就調兵來演習，所以也可能嗬係嗰條年度演習計劃嘅一部分。嗱，蔡總統呢個時間出訪，佢呢個時間演習。 冇關係。佢當然會考慮下台灣出訪嘅情況啦，但係從入拜嘅演習嘅規模看起來，規模唔係動態，代表佢也唔係真正要到一個時間引起台灣特大嘅緊張，還有一種嘅恐慌。但係佢啲演習內容係較複雜，因為佢演練嘅動作，佢以前較少演練嘅部分。大綁講，大綁講大家注意到廿八二演練呢一種嘅軍隊大家雖然看到有直升機出動即係有直升機唔係空軍係陸軍。其實陸軍嘅直升機特別走到有福建嘅沿海都幾片實時演練，一種過去來講較少。以前幾多福建沿海嘅演習講空軍出動有，陸軍係用普通嘅炮兵向海上發射炮彈，一種係發生過。 但係人講陸軍嘅直升機特別條條嘅走到入福建沿海來入發射火箭啊，攻擊嘅地面嘅目標，一種係較少。問題佢按照一天有幾個用意啊？因為佢要用下那多一年啲下那長嘅時間，做到做乜嘢樣做？雖然大家看到唔呢，佢出動嘅嗰種軍隊數量並唔係當多，但係就難度嚟講並唔見得較簡單咯。因為唔講直升機佢本來到中國嚟講佢係一個較啱發展嘅
武器系统。以前喏，佢讲空军嘅动作就有，嗰種飛彈戰鬥機嘅動作就有，但係陸軍運用一出神機來實施一種嘅作戰，實施一種演習對佢哋嚟講係較一種先進，就唔係講按發展嘅時間較短。做乜嘅喏？因為啊。以前嚟講，傳統陸軍他家啲都嗰邊就啲都陸軍就會好多天面行軍，必要時候要踩和坐，但係你用出神機亦就可以超過一天線嘅障礙啊！如果唔啲地方避擋架㗎，唔避喺路上坐踩，冇講行路，當個腳踏動動。天然就係講對一種山區啊、野海一種你講陸軍當然係較困難，必須要上嚟來載，然後啊仲係電梯上嚟，載嘅時間，大家去個金門、去個馬祖，做嗰邊嘅人就提到講，你都個電上嚟，上船時間當久，上嚟咩事當久，但係你講出神機，你野海嘅時間就會當夾，所以呢，一擺看出來一隻演習，雖然規模冇動態，但係針對係台灣。因為你係針對美國嘅話，冇可能用出神機去打入美國嘅軍艦，係一打唔到。天然佢攻擊咧，卡看到佢展示出來嘅演習嘅畫面，係攻擊地面嘅目標。假設講你係對付美國嘅話，冇可能去攻擊某個地面嘅目標，佢都海空嘛。然後又唔可能用出神機一種去攻擊，因為出神機佢飛行嘅距離係較短，所以一擺人可以看得出來，佢雖然規模冇動態，又冇使用非常先進嘅武器，但係對佢哋嚟講，又係一個新嘅考驗。然後目標主要係針對台灣。家下暗地告訴要注意聽到冇？中共解放軍嘅個副理事長佢強調，呢一擺佢哋演習對環境做乜嘅突出壓件海航複雜天池環境，戰法係乜嘅突出連續攻擊、加重飛彈攻擊。協同攻擊，聽起來按到專有嘅名詞，你根本都佢都係講咧，係分別有乜嘅意思啊？一般嘅演習看到大家也看到，佢只係一個按到一種陸軍嘅副理事長，都見到嚟講差唔多雙教、中教定級別軍官出嚟講法，代表見到唔係講最高領導人。也唔係從一位將領出來講法，代表講我也只係一個小規模嘅演習，也冇想造成一國之間特大嘅注意。但係佢講嘅樣嘅咯，你從一個地方講，第一佢講係安布條，突出壓件，打仗嘅時候，安布條打仗同20條打仗，嘅難度是增加當多啊。他家要坐個飛行機就提到講，飛行機比嘅天空，安布條天我都不係一片霧啊。海面也好，天空也好，當有打仗嘅時候，人是冇可能開燈嘅，所以都按你阿部條打仗吼，咁樣嘅避免講吼，自家軍隊自家飛行機吼，冇講上蒼，然後能夠真正能夠發現到天然嘅目標吼，其實就當無簡單，係第一點。第二佢講佢都有海航實時演練吼，海航同地面冇共用，地面有啲時候你講那邊有山，那邊有河。那片有窩，一片可以講只要你過土冇講當過你就可以有辦法有這種邊片的遺跡。但係海面就一片平平，所以對佢哋嘅飛行員嚟講，你這種訓練的要求可以講增加多。然後你講其實就講連續攻擊都用其他種武器就特別講以前佢哋可能用一種武器較簡單。較好去測驗講一種武器係咪有效，然後用其他種武器代表講，然後同時協調其他冇共用嘅單位。他家提到講，平常我講打仗啦，剛剛平常各位觀眾朋友假設講出去了啦，七家一家人是一台茶嘅當簡單。假設結合家人大家出家吹了4-5台茶，講一種乜嘅時候適合，乜嘅時候都高速公路上係咪有人會停冇到一種就大家發現就難度就增加當多，冇講打仗啦，所以一掉雖然上擺強調講使用嘅武器，唔係講非常嘅沙塵非常嘅嚴，也唔係講動用當多嘅部隊，但係難度過去嘅條冇試過，然後特別強調係安布條實施演習，一點對台灣嘅威脅係你必須要重視啊！我有問啊，唐都告訴人講係點都特別好奇，是講因為失敗佢條演習，嚴時唐都行政院發言人是講，你係想
规模动势，确实啦，告诉讲诶强样吼。不过其实拿佢头摆切家都根本做平的例，其实讲佢头摆时也从头读到我演习，也根本冇乜體氣都要，係大家講對呢啲國權有信心，唔是少。當然談起來對呢啲係信心嘅係本嚟有信心嘛。我哪一片啊？要不多少有啲時講，你講料敵從寬，御敵從嚴，係咪談起來行政院啲團講法會太強啲咧？咁樣嘅講吼，我想唔係重點，重點係應用辦嘅整件嘅準備啦。好，就講人講表面好，人講嘅強鬆，實際上人準備當充分，安尼就當好。好，最強就講講嘅當強鬆，內部嘅準備要知道一強鬆，冇認真準備吼，好也就當然。你看唔到啊？NFT 看唔到，但係啊，人發現啊，一幾年來吼，當然軍方我用嘅實時演習，用嘅訓練人除非去做兵務，好冇就會做軍人冇看到，但係一幾年同講國防嘅好一種嘅管理啊，好國防預算呢邊。一種便利吼，係咪有相同嘅停電呀？中國嘅威脅吼，停電來提升啊！我想一點吼，可能係需要思考嘅地方哦。你講啊，中國不管用武器越來越多，吼，越來越先進，吼，演習咯也越來越強調吼，越來越正式咯。而家佢唔可以強調講，哦，我嘅武器百發百中啊，用嘅大眾，佢唔可以再咁嚟強調。好講我嘅武器命中率100%。好，用嘅版呢要學，佢已經唔按你強調。唔是碰風了嘅事情。好，佢已經唔碰風了，佢強調講，誒，演習份用嘅從真實嘅情況，好，從一種複雜嘅一種嘅考驗，吼，好，唔係強調其他成績咯。我知道一點吼，特別佢哋一種進步，好，變到係一種進步。誒，特別佢自家體育對佢自家行卡有信心。第二哦，特別佢哋會軍隊嘅管理吼，都會一個長途，就講只要你真件嘅遊戲演習，真件嘅遊戲完成你嘅任務吼。跟人哋講表現冇講100%分吼，佢就知道冇要緊，因為大家做過研究知道，一到表現講100%吼，實在係安排好嘅啦，哦，並唔係講真件要按位啦吼。我想大家就第一要記得要追求 KPI 啊，佢就要知道講嚇，做本要兩頭人看，做本嚇即係外面嘅人看吼，就撞到嚇動將嚇武器一發射嚇，車隊達到目標，實際目標叫做標粒炸彈，嚇目標不管打出去哦，就把佢引爆，所以看到現場就達到嘅嚇。一點佢就慢慢嘅嚇發現，誒唔可以做假，代表佢就較誠實，然後對一種準備吼，實在又較好。呢台灣一片吼，不管用嘅，大家發現吼。而家軍方人數越來越少，冇比冇咁多。哦，冇比冇咁多。然後但係人講人越來越少，佢武器要越來越提高，這樣做得啦。但係人講誒武器係咪要越來越提高？訓練係咪要越來越精良？有啊，美國講上監我越來聽數嘅。所以美國就看到吼，人家陸軍吼，人數越來越少，其他海空吼一定要加強啦。呢一點吼，你談到國安會佢哋要強調呢係例行嘅演習，唔是特效。不過結果去年吼，記者新聞新嘅一個國台辦嘅主任劉結一，叫劉結一是直接就講賴清德其實係台獨啊，所以本嚟想到講，喺每禮拜沒有種長途係針對賴清德來嘅，因為佢想做行政院長啊，我本下馬威。我想可能也還不至於啦，因為不管樣嘅吼，賴清德係民進黨嘅黨員嘛。跟民進黨本身來講，佢係咧完全冇講完全放棄喺台灣，喺土地經過。嗰件年代做台南市長嘅時節，該種象徵嘅意義啦，佢做行政院長，比起來我做係係有所長。當然，不過賴清德院長佢講嘅話吼，一全部拿出來看，佢講乜嘅咯？佢講吼，喺台灣啊，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係佢國好很多中華民國。好，一點實在民進黨到1999年就講過嘅，係啊變2000年也講過，所以一實際上來講，對中國也唔係乜嘅新嘅講法。冇佢報美講，我係一個台獨嘅工作者，你計劃是對面是下你面對條條一樣嘅。可能有安尼嘅想法，不過我下呢一同他報告就講。好，一種演習也唔係講上嘅演習就演習，佢係你要中間上長嘅準備時間。換句話講，就會講佢唔係談到那次嚟講一句話，後將來演習一擺，冇可能，冇可能。佢也喺事前也都會當到嘅準備，只係一擺演習嘅規模吼範圍啊，可能會有啲嘅調整。
也就是讲，可能佢就特別強調啊，譬如講一種。其實無黨接佢開協總先啊，看其他李議員啊，李議員因為佢知道一擺佢出通嘅武器係像出神機啊，你講比行體驗實際上一唔合嘅就實際嘅戰術啦，其種嘅戰術同啊看到可能佢係針對某個地方，可能係針對人哋外島啦，金門馬祖一種係都嘅就會比行範圍之內，然後攻擊嘅地面嘅目標，我想。一種嘅象徵嘅意義可能係非常嘅明顯。上半場係新聞上教授針對禮拜中強嘅軍事戰術做喺詳細分析，南則重點係蔡總統李亞對就幫斯瓦吉蘭訪問，唔過現代又係附近立法組嘅十分對方記者，係咪外交出現危機？先聊一下啱住場睇。兩個進到討論嘅現場，3年來關心嘅蔡總統上任之後，李下頭一擺出訪非洲，去到斯瓦吉蘭進行通信援助專案。不過呢一擺佢去非洲，其實年代也有想嚟去，哪個在呢對非洲嘅邦交國，因為甘比亞冇呢一種布基納法索，結果對方竟然講，佢哋有其他事情安排，唔方便嚟接待蔡總統。你係兩隻非洲嘅國家對呢個邦交來講有哪條重要性？第二，係唔係看到布基納法索樣表態呢個小片呢？對於台灣嘅外交情況來講，呢邦交國特質就當重要，也可以講。因為暗示話中20隻因為也存到20隻，非洲就2隻1/10，而且第二就會講唔係假設一隻團購，另外可能會有骨牌效應啊，非洲是2種非洲就2種，所以有可能會有動態影響。當然講非洲，係咪有辦法白轉一隻國家、2隻國家，也唔係完全冇可能。但係就看係咪按嚟做的事嘅。但係從另外一方面嚟講，我想先發到台灣，大家也對一團購係一個無主要國家嘅聲音。我真正外交聲音，我想大家也懂關係嘅啦。你講美國、日本、亞洲貴啊，亞洲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歐洲、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全部唔係嘛，所以都一點嚟講，台灣人一知道懂關係啊，講出國旅遊、觀光等等，好像一知道一批種嘅偏離嗬。當然都有啲國家會受到一啲爭議啦，因為福州下中華民國，因為有災難，可能有啲國家會無非講係咩至於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太弱啦嗬。除咗一點以外，我想台灣人對無邦交或者一個無真實嘅外交聲音嗬。不過因為民間啊，知道會當關係啦，大家已經知道冇辦法了不起嗬。所以呢，中國呢，假設講唔再把呀呢邦交國把佢劃停喺度嗬，可能一啲影響可能係已經非常有限嘅。對台灣人呢，不過呢投票嘅行為來講，係呢經濟嘅發展，係呢社會嘅一種嘅正常嘅運作，可能影響並唔係非常大。而且呢，中國假設對呢邦交國係呢再繼續發動攻擊嘅話嗬。慢慢地到台灣內部爭議講，你用中華民國嘅名號係咪越來越用唔出去啊？你講個泰國唔承認係中華民國，你講你下連小國佢也唔承認係中華民國，跟住中華民國到底會用到乜個地方去？你係2-3年你係做結構，係2-3下一種結構，因為做起來一唔合適，然後可能也冇辦法讓人去參加乜嘅團體，參加乜嘅國際組織，甚至連一種小型嘅國家也冇願意承認。我知道一點嘛，到頭來我同另外一件事情我結合到強下，乜嘅事情咯，就係講美國、日本、韓國一條主要國家，佢雖然冇真正外交聲音，但係呢，佢同亦在所謂作為台灣嘅政治實體，關聯越來越密切。所以你講真實聲音係一啲中華民國一啲國家本身啲大使館嘅國家越來越少，但係呢，願意從事經常會提到我願意到外交安全同天數嘅國家變咗越來越多。一點我知道對台灣來講，大家可能因為係一件重要嘅事情，尤其以下大家提到美國啦，我同北韓我飛談咧，一對美國嘅影響係乜嘅呢？從幾一
朝鲜半岛的问题以外，吼，美國國內開始有一種聲音出現，乜個聲音就講北韓按封閉，吼，因同佢也打過仗，因從來也冇承認佢，吼冇同佢建交，而家因就可以承認佢啦，吼，特別亞洲嘅形勢吼已經有變化咧。即北韓哦，佢喺聯合國吼制裁。佢要發展核子武器，嚇佢對內冇民主，嚇國際嘅形象唔係非常好，我想大家一啲。呢個國家就可以改善同佢嘅關係。佢唔講台灣咯，嚇你講台灣，佢也冇本聯合國制裁，佢都國際上上網也仲係比北韓較好，佢內部也係民主開放。嚇按呢，我同北韓對美國嚟講，我同北韓就可以改善關係，就可以來往。嚇，然後呢？照你講同北韓改善關係，以前啊經過中國，而家看起來中國也冇乜個影響力咧啊。跟對於另外一個台灣，難道就永遠維持一種關係嗎？不能改變嗎？係啊，你阿偉我係證明一件事情是講，就算係以咩樣，唔過中國老北韓嘅關係啦，中國老印尼嘅關係，對立場上印尼做唔得等同視之。當然。係咩？佢唔可以插北韓。問題係嘅，我唔認為佢唔可以插美國佬台灣改善外交關係，但像去年嘅個國防授權法啦，今年嘅台灣旅行法，其實係按不滿嘅。我認為他們想按樂觀。我想樂觀嘅方向係樂觀，但係你講係咪有限度？當然有限度，我嘛講話。你講美國總統可以同北韓嘅兩手會談，即係會談不管乜個地方，好。目前可以能講有限度，就講一台灣的總統同美國的總統直接會談，我想可能今年內吼。之前網上因打下天花就是調教嘅。我想一點可能係冇辦法，所以講關方向咁樣要改善，但係你咩有辦法行到一步吼？我看可能行當做啦。唔講美國同北韓哦，設立正式的大使館吼，美國都北韓加入聯合國就美國並冇反對啊。嚇，即承認其係一個國家只係冇建交嘅事。而家唔講美國然後承認台灣，我加入聯合國嘅，到台灣恢復大使館，我想一點可能係非常長嘅時間，甚至國際情勢有動重大嘅變化。所以講嗬，方向已經出現，嗬係樂觀，但係你達到樣板嘅成果，樣板嘅這種目標，嗬，我想可能係當做，可能有一兩拖一年，有未必有辦法可能到，但係不管樣嘅方向係有所改變嘅。呢一排嗬。總統我出發以前啊，佢開記者會，其實講，你行去實際行出去，當作展示世界外交空間。你記翻我也認同，我也認同嚴肅外交。不過，因談到嚴肅民進黨嘅態度是正義是講，行出去去非洲一個暗色國家史話自然，根本實在變出動態外交空間。人家講，你外交空間咁有暗色係冇？我想講一種話哦。當然並唔係講佢講茶花啦，但係不管樣嘅假設講，一下人有辦法訪問其他嘅國家嗬，我想不管乜人做總統，也會怎樣嘅辛苦，也會想辦法去訪問嗬。好像譬如講，蔡總統佢去年去嘅南太平洋，咩做當機會比行佢咩當辛苦嗬。所以我知道按你講啊，實在唔係講台灣空間係問題，係唔要幾多實力，唔要幾多嘅希望，唔就要做到有幾多。冇法你講，而家無戲就辦交就有問題，你戲嘅辦交就有問題，冇講再無戲。所以我知道對於任何外交嘅努力，應該係你盡量不管萬年之爭，其一種正面、傾聽嘅角度啦。畢竟一種有到事情係要做，爭位可能要做唔一定有成績，冇做絕對冇成績。我想一點係我嘅一種看法。因為你下加拄好，仲告訴講到美國同這個處理北韓嘅問題吼。結果前半日拄好看到《Economist》經濟風雲英國嘅雜誌，其實有特別報道是講到3號嚟2日台灣有可能係個無拄好會陷入所講嘅美國災難。乜個意思係啫？你下北京嘅安全顧問2月你內附了 AIT 新嘅態度會做好嘅，有可能是波頓佢啲安全顧問會來，係講幾來？你是看到是台灣旅行法提嘅正式過程嘅官員來實際來到台灣，我想中國一定會當不滿。第二唔單止有可能變咗台灣嘅災難，係咩對沙下來中國同美國嘅關係也係一體抗壓。
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实在也不止台湾吼，经济可能也主要问题。你还记得答案没有？然后啲北韩问题，也两个主要问题吼。所以台湾问题当然当中有得唔係其實係唯一嘅問題。因此，老天依就會講，唔講伊個國安顧問來到台灣，一下也就離開嘅。唔講真見中國會樣嚟講，無完全無辦法接受吼。難道因為一件事情，佢就發動戰爭？係呢對台灣，係呢對美國發動戰爭，我想也不至於。譬如講美國，以前1995年咯，20多年前，佢也接受。美國台灣嘅總統李登輝總統去訪問美國嘛，咁美國係公開發表嘅演講，所以我意思就講美國佢對於任何嘅外交嘅善意係你愛接受，而且對於中國嘅一種反應，靠嘅係乜嘅度？平常我要做主文批啊，唔係講希望美國冇有善意，唔係講自己要準備，假設自己冇準備，就算冇人愛你抄10條咯。我想一點也在中國肯定會對你有所威脅嘅啦。中國嘅威脅係絕對不管同美國有乜嘅關係冇乜關係，中國嘅威脅只有較大。唔同美國關係越密切，中國嘅威脅點都可能較細也冇天啊。你比如兩隻我觀察嘅角度啊，第一就係講，某種程度係咪講，二老美國行到太嚴，變到係二老中國行到很難演。你講當然係你台灣，你自家好，你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講，就像東東媒體是講，敢會禮拜400嘅軍事演習係小菜係前菜，真正嘅大菜係冇掉出來，是等殺下來看台灣內部社會有冇反應。呢兩件事情告訴有冇看？第一吼，你講美國談台灣講樣嘅減美國吼，但樣嘅減也有啲有限度啦。畢竟唔真正外交係你冇，然後中國也提到講。台灣都建指控，一下也離不開中國，所以台灣雖然同美國一下可以話較夾，中國冇伊唔舒服，伊唔爽快，但係你講三通叫停下來冇，佢也冇嘛。因為佢哋都講一種來往對佢哋也有好處，第一種也不能放棄。第二，譬如講即係歡迎有台灣嘅學生去中國留學，中國也動到學生來台灣留學。佢哋係冇埋廢台出事嘅，成日有年紀嘅。對，佢也冇停止啊。然後中國嘅觀光客好到台灣來觀光，也數量慢慢也都會回升。所以我意思就講台灣同美國要行樣嘅減美國以下嘅政策嚟講，也係有一定嘅限度，已經做到以下已經當了不起啦。然後中國佢不管樣嘅佢也冇到以下完全同台灣發生衝突嘅本錢啦。畢竟不管樣嘅，從以下嘅情況嚟講，你講冇戰爭，完全用政治手段，你講逼到一個政權去個投降，冇可能。台灣冇可能。冇可能，既然冇用戰爭，還要用更多一種和平繁榮嘅手段嘛。那種手段實施下去，也就會講，最後係你哋投資啊。我想一點，而且我你國安顧問畢竟也唔係國務卿，真見台灣最大問題係內部唔同嘅，